港鐵公司嘅企業發展階梯 CDL 計劃係港鐵公司唔同嘅部門、唔同級別嘅同事共同協作嘅成果。我哋致力培育員工成為獨當一面嘅領袖，發揮佢哋嘅影響力，實踐我哋嘅使命，推動城市前行。喺我哋參與呢個獎項嘅過程之中，我哋由業務單位嘅角度出發，反映培訓項目係點樣回應實際嘅業務需要同埋展現成效。過程之中，充分體現到我哋公司嘅文化，就係共同協作、多向溝通、靈活變通同埋高效創新。今次得到金獎，係對港鐵公司喺人才發展上嘅努力嘅認同。有見於近年嘅人才挑戰，港鐵公司喺2020年推出咗 CDL 嘅計劃，目的係培訓新聘同埋新晉升嘅中層管理人員喺自我、人際同埋業務上面嘅領導力，同時加強佢哋對港鐵 DNA 嘅了解同埋實踐。自推出以嚟，已經有超過1600位同事參加咗 CDL 嘅課程，係近年我哋其中一個涵蓋最廣泛同埋最系統化嘅培訓計劃。港鐵公司唔單止係一間公共交通服務機構，同時亦都係一間上市公司。呢個雙重嘅身份意味住我哋既有社會責任，同時亦有商業責任。而 CDL 嘅獨特之處就係培育員工成為推動變革同埋促進增長嘅催化型領導者，用港鐵公司嘅價值觀帶領團隊，服務社區，同時為股東同埋投資者創造價值。計劃嘅覆蓋對象甚廣。為滿足唔同同事嘅學習風格同埋需求，計劃採取混合模式進行，加入創新嘅學習方法，例如個人性格分析、體驗學習同埋商業模擬活動。而計劃開展嘅初期正值疫情期間，安排同事參與實體課堂係一個挑戰，所以喺學習上面嘅靈活變通變得好重要。同時喺資源有限嘅情況下，取得管理層嘅支持都唔容易。我哋透過培訓需求分析，了解不同嘅發展需求，邀請唔同嘅持份者積極參與目標設定、課程設計同埋後期跟進，確保計劃嘅內容係同業務目標相關。2025年度最佳管理培訓及發展獎現正接受報名，一齊展示你嘅培訓及發展計劃，快啲報名啦！